续来看这个彰化县，民进党确定要征调立委黄秀芳来参选到彰化县长。国民党并连任的现任的县长王惠美讲，真欢喜看到有好人才出来参选。这年底彰化县长的选举，都是一场努力大对决。民进党籍立委黄秀芳，甲当地民代勘查道路工程，以后党来定调参选彰化县长。剩不到这个5个月的时间，那我以往都是在北彰，好，那南彰的部分，知名度也许没有那么的高，我会努力。邱前市长跟魏县长他们都有表明说要全力来支持我，好，那我当然也非常的感谢。黄秀芳强调讲会团结党内力量拍赢选战，本来对外宣称会争取到底，前彰化市长邱建富态度改变，表示讲会尊重党的选定。伊伫面册抛出伊甲黄秀芳的相片，写讲成功不必在我，抑过成功一定有我，团结胜选赢回彰化。黄秀芳加油，彰化加油！我的下一步就是全力辅选哈，让民进党能够2022赢回彰化，是我的工作目标。民进党展现团结，国民党就拼连任的县长王惠美讲，真欢喜看到有一个对手参战。我们乐于见到更多好的人才来参与彰化县政工作。目前政府推动两性平权，女性、男性能力一样好。民进党会提名黄秀芳委员，就是证明我个人以女性从政、领导县政的能力获得肯定。王惠美强调讲，女性、男性能力拢变好，民进党确定黄秀芳参战，和彰化县长的选举变成女性的大对决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